曉翠山莊佛世積817尺，我租後買，你冇聽錯，呢個係曉翠山莊嘅世積嚟嘅，因為呢度啲大隻去到1003尺嘅。咁我哋睇一睇呢一個屋苑啦，呢個屋苑有14座嘅，而呢一個屋苑14座係低密度，唔夠500伙嘅啫，亦都有自己嘅會所設施嘅。咁啊，主要係有泳池啊，裡面有啲室內嘅空間，你可以做下運動啊咁樣。另外咧，亦都有穿梭巴士係可以去到沙田嘅，亦都相對方便。附近就係1號雲頂嘅雲頂風嗰個地方。租就35000，買咧就1000萬出頭嘅啫。呢一度咧係一個望山景嘅單位啦。咁你可以見到呢一邊咧就係佢個飯廳、廚房呢個做咗少少特別嘅，因為呢一度咧做咗有一個，我叫佢做半開放式啦，做咗一個窗喺度嘅。咁跟住我哋睇下房啦。廚房呢一度咧係頭先講過啦，有個半開放式咁樣望翻出邊嘅。咁睇房咧，間房佢都係做咗有家私喺度嘅，fix 死曬啲家私。即係如果你係租咧，可能就你需要家私，就好啱用啦，因為佢已經有齊晒家私間喺度啦。咁如果你係話買咧，我諗住到時候自己裝修咧，就要係叫埋裝修工人幫你清拆埋啦。咁到時候裝修一次過做都得㗎啦。而主人房呢一度咧係主人套房嚟嘅，亦都係有家私啦，你見到有床啦、櫃啦。咁其實個空間感係好夠嘅，因為之前94年嗰啲舊樓咧都 OK 嘅空間感，而且係新鴻基啦，同埋呢度夠大型嘅14座，雖然係500伙，但係每一伙咧都係大戶型，咁就住嘅鄰居咧都係高質素啲嘅。有興趣呢一間隨時可以睇樓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